仲記唔記得2-3年前，大約可能2023、2024年左右啦，嗰陣時嘅社會都瀰漫住一種恐慌。每當有新嘅 AI 模型發佈啦，無論係 ChatGPT 啦、Midjourney 定係 Sora， 大家嘅第一個反應都係慘啦，今次又輪到邊個行業要失業呢？當時坊間甚至有傳言啦，去到2026年 Office 裏面起碼有一半嘅人啊，會直接俾 AI 踢出局。但係而家我哋身處於2026年，回頭睇下啦，嗰一場傳說中嘅末日級大失業潮呢，其實都未有以大家想象嗰種一刀切啦，或者係全面爆發嘅形式發生啦。你朝頭早依然都係要逼地鐵返工，你嘅同事依然坐喺你隔離。好多公司都甚至乎仲喺度請人添。表面上睇啦 ，AI 似乎冇搶走你嘅飯碗，但係如果你仔細睇睇自己張糧單，再睇睇自己每日工作張清單，你就會發現一個令人心寒嘅現實。你嘅職位仲喺度啊，但係除非你係少數掌握稀缺技能啦，或者係處於稀缺位置嗰班人啦，否則作為一個普通嘅打工仔，你發現自己嘅人工根本就冇加過，甚至會面臨變相減薪嘅壓力。與此同時啦，老細對你嘅要求啊，又會莫名其妙咁多咗1倍，甚至係幾倍添。以前你要用3日寫一份 proposal， 而家老細覺得反正你都有 AI 幫手噶啦，要求你半日就交貨啦，甚至預期你會用 Veo 呢類工具，順手整埋一張 pitching 用嘅短片。呢啲先係 AI 帶俾我哋真正嘅威脅。佢冇直接炒咗你㗎，佢係將你嘅核心技能商品化啫。即係點解呢？當初啦，我哋以為 AI 係嚟搶工作嘅競爭對手，但係我哋錯啦。AI 其實係一部瘋狂嘅印鈔機，只不過佢印嘅唔係銀紙，而係能力。呢個帶嚟咗一個全新嘅經濟學現象，我就會稱之為能力通脹 （capability inflations）。就好似當政府瘋狂印銀紙咁啦，錢就唔再值錢，或者好似幾十年前，大學生係天之驕子，但係當成街都係大學學位嘅時候，大學生呢個身份就急劇貶值啦。嚟到2026年嘅今日啦，當街上面嘅每個人，甚至係一個剛啱畢業嘅實習生，只要撳幾個掣咋，就可以用 AI 寫出好似好完美嘅方案，生成8-9成可以用嘅程式碼，甚至係製作出極高質素嘅影片同埋音樂嘅時候，擁有呢啲技能本身就已經唔再值錢啦。你以為你保得住份工，其實你只係失去咗議價嘅能力。殘酷嘅真相係你冇失業，但係你變得非常廉價。AI 唔係炒你，係令你加薪嘅理由消失。到底呢個係能力通脹係點樣榨乾我哋嘅剩餘價值呢？而我哋又應該點樣做先唔會淪為呢個新時代嘅廉價勞工呢？接住落嚟，我哋就用最新嘅市場數據揭開呢個職場嘅真相。要證明能力通脹啦，已經殺到埋身啦。我哋唔需要睇咩深奧嘅宏觀經濟學報告㗎，我哋只需要睇一個市場，自由工作者，即係 freelance 嘅市場。freelance 市場就係職場嘅金絲雀啦，因為佢哋冇大公司嘅合約保護，更加直接反映出技能喺市場上面真實嘅供求關係。嚟到2026年啦，如果你去 Upwork 或者 Fiverr 呢類平台睇睇，你會發現最底層嘅接案市場已經經歷咗一場大洗牌啦。近2-3年啦，以前幫客人寫一篇普通嘅 SEO blog 文章啦，做一份基礎嘅英譯中啦，或者係畫一張簡單嘅活動海報啦，可能都可以收到幾百甚至乎係過千蚊㗎。但係而家呢，大量低價值純執行類別嘅需求被嚴重擠壓，報價普遍都向下重新定價啦。點解呢？因為客戶發現啦，以前要俾錢請人做嘅80分作品，而家佢自己買個每個月10幾到幾十蚊美金嘅 AI 訂閱，撳幾個掣就出到啦。客戶唔再願意為你嘅雙手勞動付出高價，因為純粹嘅執行力已經俾 AI 徹底商品化啦。你可能會諗啦，好彩我都係正職打工仔啫，有公司保住，唔使日日同人爭單先啦。但係其實呢股寒冬啊，已經靜悄悄咁吹咗入 office 㗎啦。佢帶嚟嘅職場上面第二個殘酷現象，
就係平庸化陷阱。以前一個 fresh grad 要捱2-3年，由錯漏百出啦，俾老細鬧到一面屁，慢慢學識點樣執靚個 format， 寫一份正正常常冇錯字嘅 proposal。呢2-3年嘅經驗值就係你要求加人工嘅籌碼。但係喺2026年啦，AI 將成個職場嘅下限拉到極高啦。一個啱啱畢業咩都唔識嘅白紙，只要識得運用最新嘅 AI 工具啫，佢第一日返工就交出嚟嘅報告，至少喺格式、語氣、排版同埋基本結構上，分分鐘都可以媲美一個有3年經驗嘅中級員工。咁結果係點呢？就係夾喺中班嗰班熟手技工最受重傷啦。你發現你引以為傲嘅熟練度，突然之間就變成一文不值嘅基本配置啦。你冇俾 AI 淘汰嘅，但喺你老細眼中就變得同一個有 AI 輔助嘅實習生冇分別。你嘅議價能力就係咁樣被偷走咗。更加慘嘅係，我哋當初以為 AI 幫手慳咗時間，大家就可以準時收工啦，甚至實行4天工作制。但係現實剛好相反。經濟學入面都有個概念叫做傑文斯葵論 （Jeffreys Paradox）。當科技提升咗資源嘅使用效率嘅時候，人類唔會用少咗嗰樣資源㗎，反而會用得更多。套用喺2026年嘅職場，呢個資源就係你嘅勞動力。當老細知道 AI 可以幫你將起稿時間由3日縮短到半日，佢唔會叫你休息2日半㗎嘛，佢會同你講，既然你做得咁快，咁不如你1日交5篇稿啦，順手出埋3個 IG post 同埋1條 reel 添，你嘅產量翻咗幾倍，質素仲可能高咗添。但係你嘅人工有冇翻到幾倍先？冇。換句話講，你付出嘅每一滴汗水，每一個產出，你嘅隱形時薪其實正在被系統性壓低。呢一個就係2026年打工仔最大嘅困局。你跑得比以前快咗10倍啊，但係就發現自己只係原地踏步。點解會變成咁嘅呢？背後操控呢一切嘅經濟學底層邏輯究竟係咩呢？我哋以為自己好值錢嘅專業，喺 AI 面前點解會咁不堪一擊嘅呢？下一節我哋一齊撳入去呢個能力通脹嘅最深處，講講咩先至係真正嘅稀缺性。點解我哋跑得咁辛苦，依然冇辦法阻止自己變得廉價嘅呢？要解答呢個問題，我哋首先要篤爆一個從細到大，學校同老細都灌輸俾我哋嘅職場謊言。好多人以為啦，人工高低係取決於你有幾努力，或者係你份工有幾辛苦。但係經濟學101講得好清楚啦，喺自由市場入面，決定你嘅身價嘅係市場願意為你嘅產出俾幾多錢，而背後核心就係稀缺性同不可替代性。水好重要㗎，冇咗會死，但係水好平，因為周街都係。鑽石冇咩實際用途，但係佢好貴，因為佢稀缺。以前要寫出一篇通順而有感染力嘅文章啦，畫出一幅精美嘅插畫，或者係寫一堆運行暢順嘅曲，係需要花10年、8年時間去訓練㗎。呢啲硬技能曾經係職場上嘅鑽石，但係 AI 嘅出現，將呢啲原本需要高度專業訓練嘅硬技能變成咗基礎設施啦。就好似自來水咁，當全世界只要一開水喉就有水嘅時候，你作為一個挑水工人啊，無論你行得幾快啦，挑得幾重，你嘅勞動力價值都會無可避免地會被稀釋。呢個就引申出能力通脹入面最致命嘅現象——平均值陷阱 （The Average Trap）。想象一下啦，如果全班同學考試有80% 人都會攞90分嘅，咁90分仲算唔算係優秀呢？唔算啦，因為90分係新嘅合格線。喺好多工作入面啦，至少喺格式、語氣、排版同埋初稿產出上面， AI 可以將普通人拉高到一個專家嘅表面完成度。當幾好變成咗常態，優秀就變成咗新嘅平庸。如果你嘅產出只係停留喺交到貨或者唔錯嘅階段，喺2026年呢種程度嘅產出係不具備任何日價能力㗎。講到呢度啦，好多人會跌入咗2個極度危險嘅錯覺。第一個錯覺係我識用 AI 寫 prompt， 所以我比其他唔識用嘅人有優勢。你喺 CV 寫自己係 prompt engineer 或者識用 Midjourney， 老細可能會覺得你好 in 啊。但係嚟到2026年呢，
呢個講法就好似喺 CV 上面寫我精通 Microsoft Word 同埋識得用 Google Search 一樣咁滑稽啦。今日識得用 AI 輔助工作已經唔係咩加分項，而係職場嘅基本識字率 （Basic Literacy）。你唔識連入場券都冇啊，但係你識亦都唔代表老細要俾多啲人工你，因為大家都識。第二個錯覺係啦，我嘅專業工作流程太複雜，要判斷好多嘢。AI 頂多可以幫手寫下草稿，搞唔到成條線。呢個諗法低估咗 AI 嘅進化速度啦。2-3年前嘅 AI 確實只係一個單一任務處理器，但係而家 AI 已經逐漸演變成為一個具有行動力嘅 AI 代理 AI Agents。佢哋唔單止識得答問題，仲開始識得拆解任務、上網揾資料、自己寫曲去驗證，甚至喺唔同嘅軟件之間自動穿梭。只要你喺工作流程入面有一大部分係可以被規則化、可以被拆解、可以被驗證嘅步驟，嗰部分被自動化只係時間嘅問題。當努力唔再保值，當硬技能變成咗自來水，當識用 AI 變成個基本嘅常識，成個職場嘅階梯正在崩塌。未來嘅社會財富同埋資源將會以一種極度極端嘅方式重新分配，形成一種所謂嘅共鳴效應。喺呢場殘酷嘅大洗牌入面，究竟邊啲人會淪為被榨乾嘅輸家呢？又或者係邊啲人可以逆市升值呢？成為新一代嘅職場贏家呢？下一節我哋為你拆解2026年職場嘅新階級固化。當努力唔再保值，職場嘅財富同埋資源嘅分配已經由以前最多人卡喺中間嘅常態分佈啦，變成今日兩邊爆中間乾嘅極端兩極化啦。勞動經濟學叫呢種現象做 job polarizations， 中層空心化啦。但我更加中意用一個更加直觀嘅畫面去形容職場共鳴 The Barbell Effect。喺呢場能力通脹嘅大洗牌入面，中層被嚴重掏空啦。你一係就跌落最低層，接受被極限壓價嘅命運；一係就躍升到最頂層，享受 AI 帶嚟嘅巨大槓桿。我哋先講輸家先啦。喺2026年最慘、被壓榨得最犀利嘅，就係一直以嚟佔職場最大多數嘅純任務執行者 （Task Executors）。咩叫做純任務執行者呢？就係老細叫你畫個 logo， 你就只係畫個 logo； 客叫你寫段曲，你就只係寫一段曲。一句講晒啦，你嘅工作如果只係接指令，去到出成品呢，你就係純任務嘅執行者。你嘅所有價值都建立喺呢個轉換嘅過程上面。但係殘酷嘅現實係，只要指令清晰， AI 往往係世界上最平、最快，而且永遠唔會發脾氣嘅執行者。當純執行嘅成本無限接近零，你單靠聽話同埋做得快係冇辦法維持你嘅身價㗎。咁究竟邊啲人可以喺呢場通脹入面逆市升值呢？主要有3類人㗎，佢哋掌握咗2026年真正嘅稀缺性。第一類係系統嘅建構者 （System Builders）， 即係所謂嘅 AI 總指揮。佢哋未必係最頂尖嘅 programmer 或者 designer， 但係佢哋識得將唔同嘅 AI 工具同埋 agents 串聯起嚟，去解決一個真實嘅商業問題，就好似一個地盤嘅包工頭咁樣，唔需要自己落手落腳去擔泥㗎。佢哋嘅價值係在於定義問題同埋調兵遣將。第二類係品味嘅製造者 （Taste Makers） 同埋領域專家 （Domain Expert）。當街上面每個人都可以用 AI 1秒鐘生成10張靚畫、10篇文嘅時候，生產已經唔係問題，最大嘅痛點變成咗判斷。邊張畫先切合品牌嘅隱藏氣質呢？邊段文先可以真正打中目標客戶群嘅痛點呢？ AI 可以俾1萬個選擇你，但係最終拍板並且為結果負責任嘅依然係人啦，因為生成成本係近乎零，但係選錯嘅成本就可以好貴。當生成內容泛濫，擁有極高審美，能夠判斷咩先係好嘢嘅品味，就變得極度昂貴啦。以前我哋靠識做揾食，未來我哋就要靠識揀揾食啦。第3類贏家係高情緒價值同埋信任嘅提供者。記住一個職場鐵律 ，AI 可以用3秒鐘寫出一份表面上完美嘅商業計劃書，但去到最後，講掂投資者簽字，攞幾百萬出嚟嘅，依然係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喺複雜嘅 B2B 銷售啦、商業談判，甚至係醫療、心理輔導入面，人類對於同類嘅共鳴同埋信任感呢，係演化咗幾十萬年嘅基因。
AI 可以幫你準備好所有彈藥，但係扣動扳機同對手建立關係嗰一步，依然需要活生生嘅人。總結嚟講啦 ，AI 唔缺執行力嘅 ，AI 缺嘅係品味、商業方向同埋人情味。睇到呢度，你可能都仲會覺得有少少焦慮嘅。如果你發現你而家正係卡喺中間嗰個純任務執行者，咁你可以點做呢？係咪只可以坐喺度等時代淘汰呢？絕對唔係㗎。下一節亦都係最後一節，我哋會送上2026年專屬嘅打工仔自救指南啦，教你點樣建立自己嘅護城河。睇到呢度，如果你發現自己正處於呢個能力通脹無情擠壓嘅中層啦，或者你擔心自己即將淪為呢個純任務嘅執行者，請你先唔好絕望，因為2026年職場嘅大洗牌啊，洗醜嘅係舊規則，同時亦都派發咗新嘅籌碼。而喺呢場通脹入面保住身價，甚至實現階級躍升，你需要立即執行以下3個心態同埋策略上嘅轉變。第一招係由高級嘅工具人升級做產品經理啦。以前我哋為咗學識一隻新嘅剪片 software 或者寫曲語言而沾沾自喜㗎，覺得呢個係鐵飯碗啦。但係今日工具會自己寫工具啦，你學一個功能 ，AI 直接學一個流程添。你再花時間去死亡嗰啲俾 AI 大幅壓縮時間嘅硬技能呢，回報率只會越嚟越低。你要做嘅係將自己當成一間公司，一個 product manager。你要鍛鍊嘅係點樣定義問題，點樣拆解目標，同埋點樣整合唔同嘅 AI agent 去交出成果。唔好再做一個同 AI 鬥快嘅人啦，要做一個決定 AI 跑去邊嘅人。第二招，建立無法被爬蟲嘅護城河 （Unscrapable Moat）。AI 嘅核心優勢就係可以吸收大量可被數碼化、可被複製嘅知識同埋模式。換句話講啦，只要你嘅價值單靠網上面揾到嘅公開資料，就會越嚟越難收日價㗎啦。你要去累積一啲 AI 複製唔到嘅嘢。咩嘢係 AI 複製唔到呢？係線下實體世界嘅經驗，係面對面建立嘅人際網絡，係你解決突發危機時嘅膽識，甚至係你跌過痛過嘅真實人生故事。AI 識得講最完美嘅道理，但係冇人會因為一段冇痛嘅文字而真正信你、跟你同壓住於你㗎。你嘅真實感就係你最貴嘅資產。第三招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招，係賣責任而唔係賣勞力啦。好多人都問啦，如果 AI 乜都做得好過我，咁我老細點解仲要請我呢？答案好現實㗎，因為出咗事呢 AI 唔可以上庭受審 ，AI 唔可以扣花紅。AI 更加唔可以喺客人面前鞠躬道歉。AI 唔怕攰，但係 AI 孭唔起飛。喺商業社會，能夠拍心口講一句有咩事我孭，本身就係一種極度稀缺嘅資源。呢個就係所謂嘅責任日價啦。當你願意承擔最終嘅判斷同埋風險，你就唔再係一個廉價嘅執行者，而係一個無可替代嘅話事人。總結嚟講啦，能力通脹係一個不可逆轉嘅時代巨輪。AI 唔會令你即刻餓死㗎，但係如果你拒絕改變，佢會慢慢陰乾你嘅利潤空間，令你成為新時代嘅廉價勞工。未來嘅職場唔在於你雙手可以做得幾快，而係在於你個腦可以諗到幾遠啦。要拒絕廉價，唯一嘅方法就係去擁抱嗰啲 AI 覺得最唔符合邏輯、最冇效率，但係人類極度需要嘅特質：同理心、品味、道德判斷同埋人與人之間嘅信任。AI 可以將能力商品化，但係佢好難將你商品化㗎。如果呢條片都幫你睇清2026年嘅職場現實，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你對能力通脹有咩睇法呢？都可以留言話我知。我哋下次見啦。